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想分享下，我哋面試嘅時候成日俾人問到自我介紹或者介紹自己嘅優點，好多時我哋會話我因為識4種語言，所以我好有自信，我一定可以做得好好。不過如果喺面試官嘅角度嚟睇，就會覺得呢個答案唔夠謙虛，甚至會懷疑呢個人會唔會可以虛心咁同其他前輩學習，一齊工作。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將自己嘅優點講成為對呢個社會、對呢個公司可以作出咩貢獻。例如果我識4種語言，我可以講成我識多種語言可以令到乘客更加安心。又或者我係一個媽媽，所以我好有經驗，可以將佢改成我係一個媽媽，所以好理解帶小朋友坐飛機嘅乘客嘅感受，會對佢哋更加照顧周到。咁樣回答唔單止可以推銷到自己嘅長處，亦都可以令面試官有一個好嘅印象，對呢個社會公司作出貢獻。希望以上內容可以令大家面試嘅時候有一啲啟發，祝大家成功，我哋一齊努力啊！拜拜。